大家好，感謝你哋收聽我嘅頻道，啱聽嘅朋友希望能夠訂閱支持。由於事忙，我近排減少咗出片，而今日就嚟一個大集會，講返河馬喺5月15號至25號嘅直播。喺5月15號，河馬指呢名女士由巴士上一直跟蹤佢，跟到去港鐵，仲話河馬臭。聽其他網台講，該名女士話係咁啱撞到河馬嘅。而一開播，我哋就見到呢名女士已經攞住手機拍攝河馬。如果真係咁臭，點解佢又唔即時離開河馬，仲要堅持坐喺河馬身邊拍攝？而睇呢名女士嘅面容，我就唔覺得佢被臭得好痛苦啦。之後河伯攞嘢，呢名女士先行遠少少，但係仍然繼續拍攝。而佢唔係選擇走，令人懷疑佢究竟係唔係真係被臭到。而旁邊嘅乘客亦都冇表示臭嘅表情，由此我係判斷呢名女乘客係刻意挑釁河馬嘅。由此我都懷疑，某啲黑網台係指使人去挑釁河馬，如果令河馬發癲，越癲酬金就越多。而黑網台就攞呢啲咁爆嘅片去博流量，從中獲利，所以邊個有呢啲第一手影片，就會成為我嘅懷疑對象。如果警方日後追究起遊蕩罪，相信呢啲網台亦都有可能成為調查對象。跟住河馬表示，自己靚過70%女人，而自己亦都無需向黑粉道歉。我就覺得，河馬個樣就普普通通啦。如果講到靚過70%女人，我就覺得有啲誇大咯。河馬認為，黑粉講嘢似足某國，要中國道歉先俾中國發展。我就唔知邊個國家講過，要中國道歉先俾中國發展。但係河馬你嘅毀三觀言論，真係唔適合喺社會宣揚嘅，所以向公眾道歉係應該。我就認為，如果你唔中意某啲人同機構，可以唔幫襯佢，或者呼籲人唔好幫襯佢，但係就唔可以刻意妨礙佢做生意，或者妨礙支持者光顧，因為我認為呢種行為係妨礙人生選擇自由，實在於理不合。河伯又講，第二時佢嘅冤魂會轉開個窗，入屋騷擾5仔女，等佢哋冇覺好瞓。河馬就答河伯，死咗就係一堆灰，有幾猛啊？仲有，鬼唔係識穿牆咩？點解要揾工具轉開個窗，入5仔女屋？真係搞笑。係喎河馬，不如你下次直播問米，請老何太上嚟交代下450萬嘅由來，以及對你哋兩個嘅睇法，相信會吸引到唔少嘅靈異愛好者嚟睇你哋。河馬又重申，自己唔講大話，亦都不滿黑粉話佢老，而且去移民局搞人，而自己嘅身高屬於中等。睇上佬話河馬將來會成為萬人迷，話自己唔講大話，呢個就係最大嘅大話。而一個人嘅外表，喺唔同人嘅眼中都有唔同嘅評價，無需太介懷。而睇上佬呢點終於講錯咗啦，我覺得河馬似係萬人憎多過似係萬人迷咯，哈哈。河馬又透露，港鐵女特登搞佢，而且嗰個女人仲叫埋食 Q。啲食 Q 聽完河馬解釋後，就叫嗰個女人落車，但係嗰個女人唔肯。呢度冇影片我就唔評論，不過睇落係嗰個女人挑釁河馬嘅。如果真係臭，又點會唔立即走？仲要第一時間近距離不停影住河馬，實在不合常理，似有心搞事多啲。
跟住河馬埋怨政府係白攞工資，因為自己俾人欺負，政府都唔理。而河馬更向各網台下詛咒，話邊個轉播老娘就不得好死。我就閘住兼反彈，我係轉述，唔係轉播，所以會冇事。河馬話自己唔會咁易相信人，只有加拿大陳生信得過。跟住河伯見有人稱呼河馬做陳太就即刻發火，並話自己非常心痛，係忍唔住先爆發鬧人，而且仲叫陳生有種就快啲回覆河馬去加拿大嘅要求。河馬就答河伯，不知幾多宗粉知陳生係我最後歸宿，仲叫我遠離你，咁你真係冇用嗎？淨係識得鬧粉絲，根本唔識尊重粉絲言論。人哋陳生係有能力買大啲嘅龍鳳鈪都係正常，粉絲係講事實。你估好似你咁，連定情信物嘅龍鳳鈪都要賣埋去攞伙食費？依家活着都冇能力，死咗又點會有力啊？只會更加冇能力。呢度唔使解釋，已經充分表達出河馬愛錢唔愛人嘅性格。河馬又透露，河伯以前唔夠膽對河馬咁講嘢，可能係自己縱壞咗佢。而依家就算五仔女跪喺度挽留河馬都話唔制，就算有450萬都要離婚。你又話河伯之前有錢嗰時，講嘢成個大爺咁款，依家又話縱壞咗佢先搞到咁，咁請問你究竟邊句先係真嘅呢？我都明白你嘅心態，加拿大佬身家多過450萬，梗係揀加拿大佬啦，哈哈。河馬又話，係河伯呃咗佢，唔係佢呃河伯。當初河伯話俾河馬聽有900萬，而新抱對河伯講，唔好信河馬買手機俾你就唔呃你，小財唔出大財唔入。河伯就答新抱，你唔俾我呃佢嘅咩？證明河伯有心呃河馬。呢個故事就係教訓我哋，千祈唔好用錢吸引異性，因為呢啲異性都係同錢結婚嘅。第二時萬一你出現經濟上嘅突變，佢就會離開你，好多時衰收尾嘅結果就係咁樣發生。河馬又聲稱自己唔係飛機場，而且身材好好，要咩有咩。而河伯就有老婆都成日望女人，河伯就答，望唔係鹹濕，出手先係鹹。而女人穿得少布係唔自愛，俾人強姦都係自己攞嚟。喺我嘅眼中，河馬嘅身材就唔算太好，而我係唔認同河伯嘅說法，因為着多少布係女性嘅自由，但係犯咗法就係你自己個人嘅行為，唔可以賴人。同樣，你可唔可以話一個戴滿金飾嘅人出街，俾人打劫係自己攞嚟，打劫者冇罪？你唔好喺度顛倒因果好唔好啊？最後，有公安查牌，河馬對公安講自己有幾十萬粉絲，但唔係賺好多錢。公安話喺度直播要登記，河馬話唔過啦，公安就話直播過都要登記。嗱，呢度好明顯又證實咗河馬講大話啦。請問河馬你 YouTube 加抖音，再加微信嘅粉絲何來有幾十萬呢？所以我指你話自己唔講大話，呢個根本上就係大話。嚟到5月16號，一開場就大吉利是，河伯就黑粉生癌，河馬就就讀網台死於非命。河馬話可以跟唔服嘅人鬥廚藝、鬥識字、鬥波大，證明自己卓越過人。河馬話改嫁係為咗讓何生享清福，而冇咗450萬就影響到當初嘅計劃，從來冇諗過呃何生1蚊。咁又係喎，
河伯心甘情願俾河馬嘅，我哋唔可以用呃嚟形容，只可以話河伯敗家或者話河馬為錢勾佬。跟住河伯就阿芬亞恩打落18層地獄，亦都唔準人提佢，提佢就唔開心，當佢香咗算數。河馬就自爆直播地點係荃灣，河馬亦透露，坐低做直播令佢5日肥5斤。我真係好唔明，點解河伯成日都話河馬對佢好？喺我嘅眼中，河馬根本係對河伯唔多好。我真係好想拆開河伯個腦研究下，究竟係咩嘢構造。河馬跟住話，多得5仔女捲走咗啲錢，先識到加拿大佬，係天意嘅安排。河馬又嫌河伯智慧低，根本無法相處。河馬問河伯，唔准人叫你名，不如叫你老人家好唔好？河伯就答就嚟瓜。喺呢度，之前河馬話俾河伯呃咗，而依家就話河伯低智慧，咁即係河馬間接話緊自己嘅智慧比河伯更低，咁係唔係即係近乎零呢？哈哈。跟住河馬就話河伯，依家喺度賺錢都咁唔耐煩，你係唔係走累咗啊？河馬又話有人望佢，令佢怕醜。河伯就話河馬根本唔怕醜，怕醜第二時點接客啊？河馬就答，自己望鏡頭就唔怕醜，但係見有人望自己就會怕醜，而喺商場亦唔怕醜，所以自己有多重性格。今次河馬就冇講大話啦，你睇下佢初時喺東張對河伯嘅態度，同依家對河伯嘅態度，簡直判若兩人，真係會因錢而演變出多重性格。另外，河馬唔係唔怕醜，係唔知醜。一啲三觀不正嘅言論，正常人嚟講，根本係唔敢講出口嘅，因為佢哋知醜。但係河馬講呢啲三觀不正嘅言論時，係理直氣壯嘅，反映出佢認為呢啲係正常嘅事，根本唔知醜。嚟到5月17號，河馬話琴日返學有人跟蹤，而黑網台話佢承認唔識煲湯係亂噏，只係細個嗰時唔識煲湯，淨係識滾湯。跟住河伯講鹹濕嘢，話同老狐狸阿媽搞嘢，內容太兒童不宜，所以不作詳述。河馬跟住就要求死於非命，而且好驚日間嘅打手，要求搞佢屋企人。河馬話要求喺佢媽媽屋企周邊放煙花，而日間嘅19肥仔對河馬嘅言論非常不滿，指自己先至係日間嘅首席打手，認為河馬好唔尊重佢。河馬不滿 KTS 話佢臭，並且否認自己係臭。河馬透露，化妝品代理商願意俾7位數河馬做代言，但係因代理太耐冇回覆而拒絕咗。代理話各大平台都有廣告收益。喺呢度，我就判定呢個代理商係虛構，或者黑粉假扮嘅，因為去各大平台落廣告，係要俾錢人賣廣告，呢個根本係支出，並唔係收益。人哋睇你個廣告根本唔會有收益，所以一聽就知呢個代理根本就係唔在行，好可能係虛構嘅。河馬又透露，今日係蘋哥哥結婚週年紀念日。河馬亦埋怨黑粉干擾佢揾錢，搞到佢賺少幾個億。之後河馬上傳一條短片，內容係一個黑粉年輕人主動走埋去用粗口鬧何太，而呢名年輕人當時係對佢電話個 mic 講，交代係佢揾到河馬。咁樣就不禁令人懷疑，究竟係唔係黑粉設立咗一個河馬跟蹤群組，會輪流監視河馬行蹤呢？而又有冇人喺
喺背後用錢指使緊呢種行為。而年輕人嗰句係我揾到河馬，反映出當時係有多人同時揾河馬，而年輕人係對住群組講嘢，因為正常人如果一對一交談，只會話揾到河馬啦，唔使用認頭嘅口吻話係自己揾到河馬嘅。跟住河馬兩公婆就威脅講，要打到年輕人腳殘，如果再跟住嚟就報警。嚟到5月18號，河馬就做咗2個直播，我哋先嚟睇第一直播。河馬話一睇到黑網台啲瀑布課金就眼冤，所以唔睇。另外，加拿大佬到現在一次都冇課過金俾河馬，亦未回信河馬過加拿大事宜。河馬指，如果加拿大佬唔揀佢，仲有大把優秀嘅男士等佢揀，不過就唔會考慮黃老師啦，因為喺香港發展冇好結果，所以一定要揀個外地人。黃老師正式被河馬拋棄。河馬話自己喺5姊妹入面，個胸係最豐滿嘅，而且自己嘅眼力好好，如果黑粉唔信，可以同黑粉鬥眼力。河馬透露，依家仔仔係打緊工，認為仔仔係無需承受養河伯壓力，而河伯係陪河馬去上堂。當河馬喺課室上堂時，河伯就喺附近守候河馬落堂。喺呢度，我真係懷疑河伯中咗降頭。世間上點會有一個男人黐戀個女人成咁先得㗎？喺屋企等河馬返嚟唔得嘅，係要喺條街度流離浪蕩，都唔知係咩嘢嘅心態。而我真係睇唔到河馬有咩嘢特別吸引嘅地方咯，加上對河伯又唔多好，我真係好難理解河伯痴戀河馬嘅原因。河馬又話，冇能力嘅人就會被社會淘汰，咁呢句嘢又似唔似喺度形容緊河馬呢？哈哈。嚟到第2直播，河馬講今晚受到好大嘅打擊，唔講就一定會瞓唔着，而睇相佬話佢無論對人幾好，啲人都要話唔好嘅，又俾睇相佬講啱。河馬可能係得到睇相佬嘅啟發，所以嚟一個反轉定律，刻意對河伯唔好，結果又真係嘅喎，河伯反而猛咁話河馬好，呢個睇相佬睇嚟都幾準。河馬講，阿平為咗何生蝦佢，問河馬係唔係打到何生暈咗，河馬因此俾阿平激死。阿平仲要兇河馬，話何生有咩嘢事，河馬就要負全責。河馬就反駁，何生年紀咁大隨時香，咩嘢都怪佢，簡直係無理。河馬又話，如果阿平係咁重情義嘅，就接何生返去養，而且阿平令河馬萌生棄養何生嘅念頭，害到何生折墮凄涼，都係阿平一手造成。依家真係好想推何生出屋，講到好似河馬欠咗何生咁。河馬繼續指責阿平，指阿平之前為咗阿門已經激咗佢無數次，而佢亦都一次又一次原諒阿平，依家更傾家墮產咁照顧河伯，阿平仲講埋晒啲咁嘅嘢，真係激到河馬就嚟死。河馬再透露，阿平已經多次拉黑河馬，但係之後又知怪錯河馬，解封返河馬，河馬都原諒阿平10幾次，但係今晚嘅事實在太傷河馬嘅心，所以今晚正式宣布同阿平決裂，拉黑阿平。阿大佬啊，咁你係當事人，阿平又可能聽咗啲黑網台講，話你打傷河伯，咁問清楚你都係好正常嘅喎，咁你話唔係未得咯，仲咩嘢發咁大脾氣啊？依家阿平又唔係話實你打河伯，你真係好難相處喎。
記得之前美麗姐都有話過俾河馬聽，有人報河馬國安嘅，之後都係俾河馬媽叉咗10幾20句嘅，河馬發癲真係無人能料。之後，河伯對阿平講：老婆對我好好，佢依家好心痛，唔好再話佢啦。河馬又答嘴：當初見河伯咁有條件先嫁佢，依家係佢呃我，明唔明？係佢欠我啊！喺呢度唔講道德因素，河馬的而且確講得啱嘅，因為河伯發放虛構資訊，話自己有900萬，吸引河馬嫁佢，河馬的而且確受騙嘅。至於河伯俾100萬河馬係冇應承過河伯任何嘢，係河伯心甘情願俾嘅，所以係唔可以話河馬呃河伯，只可以話河馬透過婚姻交易賺錢，而呢個行為喺世人眼中都係唔道德嘅。河伯再重申，係黑粉除拖鞋想打佢，先嚇到佢暈咗，又叫阿平俾佢開心一日得一日，唔好話河馬。河馬話有老闆欣賞佢有氣質，可俾8位數佢代言，而自己答應，預計星期1會有回覆。河馬又叫大家冇重要事唔好搵佢，日日要睇幾10個信息，真係眼都花。嗱，河馬之前話過，財商教佢一定要包裝到自己好有料，就算用 A 貨都要扮有米，所以我哋會懷疑，嗰啲咩佬物佬，咩公司物公司，都係河馬為咗包裝自己多人要，而虛構出嚟嘅，目的係引水魚落坑。最後河馬指，就算揾到第一桶金，都要離婚，最多留錢俾河伯發展生意。你哋睇下呢個人幾衰啊！有咗錢解決生活問題，都要同河伯離婚，唔俾河伯過埋餘下嘅開心日子，真係夠晒毒。嚟到5月19號，河馬話食咗1條魚加咕嚕肉，我估河馬係講緊稻香新推出嘅晚市套餐。另外，稻香亦都新推出咗30蚊1條清蒸龍躉班，128蚊1個波士頓海膽龍蝦烏冬，我都想試下。河馬講，有一次去餐廳食嘢，知道店員收到黑粉投訴，cut 咗無線網絡，令河馬直播唔到，但係自己都俾咗4蚊打賞，證明自己好人，啲伙計都感到愧疚。河馬指日間嘅黃旗行動係呃課金，話行動令河馬多條片黃標，其實1條片都冇黃過，只有1條學生鬧佢嘅片變咗只限18歲以上觀看。河馬透露，佢一對河伯同阿門講嘢大聲啲，嗰個阿平就私信轟炸佢，但係轟炸完又識得道歉。而阿平喺黑粉攻擊完河馬之後，成日都要再踩多一腳。如果河馬嘅老豆講呢啲嘢一樣會絕交。哇！何太真係令人嘆為觀止，依家連老豆認為自己個女錯，鬧個女都唔得，要斷絕父女關係，咁你等斷6親都得啦。最後，河馬話韓國公司俾8位數佢代言冇問題，同公司傾一傾應該得。嚟到5月20號，河馬透露平哥哥有精神分裂，如果唔封鎖佢，阿平會搞到心掛掛揾河馬，所以專登激河馬拉黑佢。弊啦，呢句嘢係唔係暗示阿平暗戀河馬呢？哈哈。河馬跟住話佢返學時又有人搞佢，另外擔心加拿大天氣凍，唔適應加拿大生活。河馬質問河伯依家係唔係撈厭咗，得兩粒魚就話要走。河馬又話，周老師講離婚唔少過200次，而周老師只有初中學歷，
靠投資自己腦袋過千萬，依家就成功，而學校係學唔到嘢嘅，一定要學財商。我睇來睇去，河馬所講嘅財商，就係透過帶給聽眾不切實際嘅幻想，利用聽眾嘅貪心，吸引信徒俾錢佢學習，而學完之後，就好似河馬咁，只係掌握誘使人入坑嘅技巧，完全掌握唔到商業嘅基本知識與理論嘅，淨係識發白日夢，難怪國家要嚴格監控啦。河馬又話，係低級人先周街揾人鬧，但係你唔好忘記，你都有周街鬧人嘅喎，咁又係唔係話埋你自己低級呢？河馬質疑係河伯偷睇佢啲信，先知道陳生個名，並唔係揾人查到。第一封陳生嘅信有頁有陳生個名嘅，依家就唔見咗。河伯亦都試過強行拆黃老師嘅信，而河伯係冇信箱鎖匙嘅。河馬講，依家仍然冇一條片黃標，如果封台都冇所謂，大把粉絲支持佢。跟住河馬又改口，話平哥課金支持都係朋友，侮辱平哥嘅都拉黑得。河馬，你之前先話美麗同阿門反面10幾次都好返係冇骨氣，咁依家平哥哥拉黑你10幾次都好返，又算唔算冇骨氣呢？跟住河伯非常怒氣，唔知鬧河馬定係鬧觀眾，用粗口鬧指佢偷信嘅人。河馬就話，好多人鍾意佢，佢可以慢慢揀。河伯就答，最好每晚一個啊。嚟到5月21號，河馬做咗2個直播，依家先嚟睇第一個。河馬經加拿大凍，第二時過咗去經捱唔住。細個跟家姐去食飯，讚部長好靚，個部長就好開心。之後河馬講埋落去，係條頸巾好靚，部長即刻黑面。河馬認為黑網台要靠整色整水先有人睇，而佢哋屈人嘅行為遲早等天收。河馬呼籲有智慧嘅商家就快啲揾佢代言，唔係第二時發咗，就會為自己品牌代言，唔理你。我哋已經見過你為自己嘅品牌美活貿易代過言，而啲貨就賣唔出嘅，仲有你微信嗰啲書，又係賣唔出嘅。如果我係商家，根據你以往嘅銷售業績，又點會揀你代言我嘅商品呢？河馬又指，有好多鄉下人都成功，唔好睇小鄉下人。嗱，鄉下人有分努力學習嘅鄉下人，同發白日夢嘅鄉下人，只靠發白日夢，而唔去學習真實知識嗰啲，我就好難相信會成功咯。河馬透露，第一次寶石考試唔合格，但係唔驚，因為驚失敗係唔會成功嘅。但係勸你，千祈唔好咩嘢都唔怕失敗而亂衝亂撞，到時蝕到欠人幾萬個億就唔好喊。河馬俾咗個 WhatsApp 合作帳號給大家，叫可加佢 WhatsApp 合作。之後有觀眾對河馬講，有人用長雪條棍加香口膠去偷信。河馬講，唔需要人照顧，最緊要係創業，而自己以帶動河馬經濟，令好多關於河馬嘅商品都多人買咗。你已經創過業嘅啦，不過失敗咗，點解你唔可以踏踏實實去揾錢，然後踏踏實實讀書，再踏踏實實創業嘅呢？你都唔熟悉市場趨勢就亂咁投資，真係隨時多多都唔夠蝕。嚟到第二直播，河馬講何生唔會一個人做直播，今晚食咗魚同雞粒豆腐套餐，應該又係稻香嗰個。河馬又話填錯稅表，可能導致 YouTube 遲啲先過到數。
而每次直播都係靠自己諗，冇劇本嘅。河馬好慶幸自己冇懷有何生嘅 BB， 因為就算有咗都冇能力養，真係要感謝上天，感謝上帝，依家有優秀嘅男士追佢都係天意。如果第二時揾幾萬個億，就會俾450萬河伯。河馬對各大商家講，俾唔出8位數唔好揾佢傾代言。河馬又列舉例子，假如有一半中國人同你買衛生巾，每包賺1蚊，你都有5億啦，所以8位數唔係多。阿何太，請問你憑咩嘢有5億人同你買衛生巾呢？如果賣唔出5億包係唔係你賠先？你吸引到人買你啲嘢先好講啦。而我哋睇到美活貿易嘅業績就唔係幾好咯。你憑咩嘢開呢個價呢？最後，河馬指如果將來冇老細投資，教材商都可以賺到錢。河馬又覺得自己嘅汗係冇味，甚至係香。落播。喺5月22號，河馬係冇直播嘅。嚟到5月23號，河馬話有個疑似巴基斯坦籍嘅大學生揾佢影相，仲問河伯食唔食煙，話河伯唔食煙好健康。河馬認為喺香港寄信好普遍，所以陳生寄信俾佢唔係歧視。呢個大學生真係明知啲煙有損健康都食，第二時上咗癮，要負擔沉重醫療開支就唔好怨人，同時希望你啲二手煙唔好害到人。真係好難明白，有大學知識嘅人都會做埋呢啲愚蠢行為。另外，公司信就話普遍啫，人與人溝通用書信真係好少見，除非你哋其中一方冇電子通訊設備或網絡就另計。我相信呢個加拿大佬可能係古舊派，超市隨時唔接受電子支付都似，哈哈。河馬透露，今晚食咗魚、鮑魚雞煲、生蠔煲，埋單438蚊。依家係月尾，河伯啲生果金應該唔會出糧嘅，而一般家庭月尾都會乾塘，應該唔捨得食到咁貴。睇嚟 YouTube 真係出咗糧俾河馬。河馬認為化妝品公司為咗錄用佢一事，召開股東大會，預計1星期後會有回覆。河馬亦聲稱自己冇戴過子宮環，但係有啲家姐有戴過，而佢又自讚自創嘅牛肉包好好食，好多人都喜歡。我就認為化妝品公司一事係河馬自己虛構，一係就俾黑粉玩，因為從河馬過往銷售業績、形象、受歡迎度都唔值用8位數字去請佢代言。河馬話自己對何生好好，啲嘢食最靚嘅部位都係留俾何生食，而依家已經唔嬲阿平，又話黑粉冇權審佢。如果真係有事，執法部門早就拉咗佢。河馬認為黑粉俾咁多苦頭佢食，到依家都仍然屹立不倒，證明佢係天選之人，上天正在磨練佢成才，將來一定成一番大業。河馬，我又提醒你，亦有可能上天認為某人生性差，而刻意懲罰佢嘅。河馬話佢老豆其他仔女都唔錫，因為佢哋唔正直，所以最錫佢，因為佢係最乖最正直嘅。河馬亦都話第二時會帶埋何生去過新生活。弊咯，河馬呢啲咁嘅款都叫正直，咁其他冇咁正直嘅姊妹會變成點呢？睇嚟河馬嘅家庭對於正直嘅要求可能過低。河馬，你之前又話唔帶何生去加拿大，而家又話帶，究竟邊句先係真呢？河馬指有咁多學生鍾意佢，
第二時一定會教好佢哋，最好就係自細培養財商。死咯！如果俾河馬去教人，隨時搞到個社會三觀不正都似，到時每個人都淨係識得發白日夢，用錢去買感情，當婚姻只係商業交易，個仔就唔使理佢，任佢自生自滅。我諗呢個咁嘅社會都幾恐怖。河馬話：好多女人嘅手都係冰凍，唔止係佢。河馬認為冇錢得唔到人尊重，親人都會離呢啲人而去。死咯！河馬唔知係唔係暗示緊河童仔冇錢，所以唔使尊重河童，隨時離河童而去。河童真係慘，有個咁忽視自己嘅母親。最後，河馬話佢老師都有俾人呃過幾百萬。河伯就話如果河馬走咗去嫁第二個，自己就歸西。冇錯，我哋為咗唔想有更多人被騙子傷害，所以必須揭穿佢哋嘅呃人手法，令觀眾加以警惕。必要時就要報警求助，令騙徒得到應有嘅懲罰。好似有啲人講捐課金俾無國界，之後收咗錢又話唔捐，咁你話呢啲算唔算係騙啦？嚟到5月24號，河馬做咗2個直播，我哋依家先嚟睇第一個。河馬夫婦話花生係生死一線之差，個花生殼就係佢嘅棺材，成日講埋晒啲踩佢哋兩公婆嘅嘢，又唔敢露面，遲早撞落去。依我理解，佢哋應該係講緊南乳花生，而我都有聽過呢個主播的，而且確係喺冇證據下話河馬做咩做物去取悅觀眾嘅。一啲觀眾就認為佢搞笑，一啲觀眾就認為佢失實，佢係取悅討厭河馬嘅人為主。河馬話另外個花生係畜生，我諗佢應該係指花生速遞。河馬又透露，已經去咗公安局落咗案告小說誹謗佢。公安話大家都係同胞，唔好搞咁多嘢，河馬先放過小說。河馬透露，自己一家有1男5女，所以係6兄弟姊妹，係黑網台誤解佢嘅說法。跟住河伯就話第二時見到花生，就割佢條脷。河伯，你小心啲，你嘅言論有恐嚇成分。河馬又話，所有部門都查過佢冇假身份或者重婚，難為啲黑粉仲會信啲黑網台講嘢。河馬又指梁 X 文專業失德，做啲咁離譜嘅事，例如唔洗米就煮飯俾僱主食，唔返足工又收足錢，都竟然冇事。如果河馬講冇假身份嘅係真，咁啲網台的而且確有造謠博流量之嫌，我都好慶幸冇請到個咁嘅家傭，我諗做着佢僱主都幾可憐。呢個故事就係教我哋要多裝閉路電視，就可能預防或揭發罪案，呢啲錢唔慳得。跟住有一名叫米佐治嘅觀眾追求河馬，但係遭河馬拒絕。河馬話佢堅持行正道，當初有黃絲叫佢埋堆都唔制。我就認為唔理咩嘢顏色，總之叫你去屈人，做違法嘢都千祈唔好制。如果佢哋要話絕交，咁就即管放膽去同佢哋絕交，唔使留情，竟然強迫自己嘅朋友做壞事，唔理朋友要承擔嘅負面後果，呢啲仲算唔算真朋友呢？而上帝亦都唔容許我哋做屈人嘅事，因為呢個係為咗私利而去害人嘅行為，性質上根本同惡魔冇分別。做出呢啲行為嘅人，他日會接受上帝嘅審判。嚟到第2直播，河馬話今晚喺酒店食咗老虎斑同鮑魚雞煲，
而直播聊天室中又多咗名談生追求河馬，發表咗一啲令河馬感動嘅言論，而河伯就話唔知好人壞人就流眼淚，隨時中計，要堅強啲先得。之後河馬又話船到橋頭自然直，第二時個天加倍還返失去嘅俾佢。河伯就答鐵達尼就係斷開兩邊，直插落海嘅，真係好人難做，壞人當道。呢個世界上真係有好多人會利用人性，用語言藝術去呃人嘅，而好多電話騙案都係利用呢點呃人。所以我哋係唔可以相信一切嘅輿論，係應該相信證據，以及學會鑑證，就可以助你逃離騙局。而上帝亦都教我哋要救世人脫離兇惡，所以唔理利益去揭發謊言就係功德。我一直抱住上帝嘅旨意去行事，所以對於一啲謊言、屈人、加害人嘅行為會特別反感。而陳小姐揭發蒲公公嘅行為本應得到稱讚，但係有網台更不知廉恥，話陳小姐不是，就係助長惡魔打擊正義嘅行為。所以經陳小姐一事，我哋已經可以洞悉誰是毒網台。同時亦都顯示有人為咗河馬死，而不顧道德真相幫啲毒網台打擊揭發真相者，完全係有違正義。而呢啲選擇罔顧真相去加害人嘅人，上帝係唔願見到嘅。跟住河馬話河伯蠱惑呃佢，佢都冇對河伯恩將仇報，對河伯咁好，證明自己係好人。呢句河馬嘅說話存在好大嘅問題，聽河馬嘅語氣，就好似話恩將仇報係正常會做嘅事，反映出河馬嘅心腸並唔係咁好。好彩佢收尾話收返，唔係我實孖叉佢都似。最後有人用寒酸個酸字嚟叫河伯，河伯就鬧返人哋嘅母親個西就酸，掟嚿酸菜落去醃就啱。河伯又用粗口鬧阿欣同阿芬害佢離婚。我認為河伯都係同意自己係用錢嚟買河馬，根本唔存在真愛，所以先鬧仔女唔俾錢佢繼續買河馬。如果係真愛，早就鬧咗河馬呃佢感情啦，因為真愛係唔應該俾錢阻礙到嘅。第二個原因就係河伯冇用，唔夠膽鬧河馬，所以唯有將啲冤屈氣發洩到其他人身上。嚟到5月25號，河馬係冇直播出嘅，正好係一個機會俾我追回進度。雖然今日冇直播，但係發生咗一件大事，就係河伯用疑似殺蟲水噴人，被警方拘捕，成為報章及網台嘅焦點。事源於疑似有黑粉喺港鐵站挑釁河馬，河馬就聲稱呢名黑粉係話佢過街老鼠，激到佢哋好嬲。而我喺影片就睇到呢名黑粉見河伯拎出殺蟲水，就對河伯講：係唔係噴？係就嚟啦！之後河伯就利用呢支疑似殺蟲水噴向該名黑粉。其後有未證實嘅消息指，呢名黑粉被殺蟲水灼傷，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，河伯被警方拘捕。我睇來睇去，呢支嘢真係好似殺蟲水，而再經搜尋後，我超過90%肯定河伯手持嘅呢支係 Roach Off 嘅殺蟲水，而殺蟲水喺一般情況下係唔容許我哋擰開佢更換液體嘅，所以河伯噴出嚟嘅堅係殺蟲水。如果我冇記錯，我喺多年前曾經買過呢款殺蟲水，當時係賣10幾20蚊支。我用過認為效果不大，加上吸入後不適感高，
所以我認為呢個係雜牌子，之後冇用。如冇記錯，佢唔係用人畜無害配方製成。而今次嘅證據確鑿，見到黑粉嘅衣服係被沾上液體，係有好大機會被控傷人。而當時呢名黑粉係冇對河馬兩公婆構成即時生命威脅，所以用自衛去抗辯，好大機會唔被接納。另外，何伯係冇精神病，所以唔可以用精神上無法控制身體做抗辯理由。而黑粉只係侮辱河馬，當中冇涉及恐嚇，何伯就用殺蟲水反擊，係屬於不合理使用過分武力，亦係唔抵撐嘅。但係黑粉挑釁在先，所以何伯係有減刑理由。而我係日日寫河馬直播摘要嘅 YouTuber， 所以我可以證明河馬係教唆過何伯做違法嘅事。而我喺之前嘅影片都有提及呢點，睇下你哋有冇興趣向警方舉報埋河馬教唆他人犯罪啦。所謂精人出口，笨人出手，而且我之前已提及相關觀點，何伯唔聽就簡直笨到極點，而河馬亦都唔係好醒，因為佢喺影片暴露咗教唆他人犯罪。總括嚟講，今次係黑粉獲得勝利，係好難揾到撐河馬兩公婆嘅理由嘅。如果係河馬幕後團隊教河馬林人唔犯法，又唔去攞蒲鋒鋒嘅律師信，我諗嗰個幕後人一定係黑粉假扮，一係就低智嘅。最後到題外話，美麗姐對河馬話佢下下講錢嘅言論非常不滿。美麗姐現在要求河馬俾返合理嘅工資佢，詳情如下。美麗姐現要求葉小姐因未付清合理工資，向葉小姐追討賠償，包括但不限於郵寄文件到 YouTube 所需嘅郵費300蚊，加拿大大學電腦學系畢業嘅3目，代填投訴表每次1000蚊。現在請葉小姐於合理時間內還清款項，否則請勿對外虛假宣稱。美麗姐幫你做每件工作均需收費。現要求葉小姐為以上失實言論向美麗姐公開道歉，否則美麗姐唔排除會進行進一步追討行動。好啦，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，感謝大家收聽。